嗨，歡迎各位超白友返到嚟娛樂八卦超住講頻道。喂，各位超白友，又係我你哋嘅八卦仔，歡迎大家又嚟到我個 YouTube 頻道聽我講是非。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單新聞，同埋啱啱新鮮滾熱辣嘅法庭提堂進展，真係睇到我火都嚟埋，直頭係嬲到個心揦住痛，甚至係覺得荒謬到極點。大家最近應該都被一單牛頭角嘅恐怖車禍洗版，一架的士失控落斜鏟上行人路，直接將兩個正值黃金年華嘅後生女座戶撞到雙雙截肢，最後兩個都走埋，連命都冇埋。唉，兩條人命啊，就係因為一個70歲嘅高齡的士司機話咩剎車失靈，就咁將兩個無辜嘅家庭摧毀得體無完膚。今日我哋唔單止要重溫呢單意外有幾咁離譜，仲要同大家深扒一下今日最新嘅法庭畫面。個肇事司機居然坐着輪椅出庭扮可憐。點解香港嘅馬路會變成廢老賽車場？點解政府一直對呢班馬路炸彈視而不見？仲有啊，每次有呢啲慘劇發生，總會有一班唯恐天下不亂嘅保險界奇葩出嚟抽水，大口咁食人血饅頭。今日八卦仔就同大家由頭到尾將呢堆荒謬嘅社會現象拆解清楚，保證大家聽完以後過馬路都會打醒12分精神。大家準備好未？準備好就即刻去片。好啦，我哋先嚟重組一下成件事嘅來龍去脈，同埋更新一下今日嘅最新進展。事發喺2026年5月13號下晝1點幾，正係大家食晏晝飯最放鬆嘅時間。牛頭角彩霞道同振華道交界，兩個分別38歲同31歲嘅徐姓女仔，佢哋係附近明愛牙科診所嘅座戶同事。兩個人可能啱啱食完飯，有講有笑咁喺彩霞道休憩處對開嘅行人路行緊，點知橫禍就喺呢個時候降臨。一架載着兩個姓馬同姓楊乘客嘅的士，沿住振華道落斜，突然之間完全冇減速、冇剎車，更加冇響巷，就似粒導彈咁，直鏟上行人路，將兩個女仔撞到。認一認，個衝擊力有幾大？大到38歲嗰個女仔當場雙腳被砸斷，送院搶救後不治；而31歲嗰個女仔右腳甩脱，喺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部挨咗5日，經歷咗無數次手術，痛到心力交瘁，最終都係翻魂乏術，延至18號宣告不治。就連車上面嗰兩個62歲嘅乘客都受咗重傷。而嗰個肇事嘅的士司機呢，姓吳，名錦昌，70歲。佢事發當日自己就清醒送院，胸口只係受輕傷。警察問佢點解會咁，佢理直氣壯咁拋低一句：剎車系統失靈。哇！一句冷冰冰嘅機械故障就想推得乾淨利落。好啦，最撲街、最令人髮指嘅畫面，今日終於出現。今日5月21號，呢個吳錦昌終於喺觀塘裁判法院提堂，被控2項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，同2項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，合共4項大罪。但係大家知唔知佢點樣出場？辯方律師居然話佢行動不便，要由親友推着輪椅出庭。平時揸的士就識踩油門鏟上行人路，要上庭面對法律責任嗰陣，就突然變成弱不禁風，要坐着輪椅嘅阿伯。結果呢，處理主任裁判官批准佢5萬蚊現金保釋，每個禮拜去警署報到1次，交出旅遊證件。案件押後到8月13號再調查。2條人命加2個重傷啊！5萬蚊就可以保釋翻屋企嘆冷氣。網民睇到呢單新聞同個輪椅畫面，群情洶湧，連登同各大討論區嘅資料一出，大家嘅留言真係句句到肉。有人話座戶咁後生就枉死，有冇得告 DC9 的士司機謀殺啊？上庭識得坐輪椅博同情，踩油嗰陣又唔見你跛。又有人鬧爆，大廈管理員65歲都要再培訓，點解一個行動不便到要坐輪椅嘅70歲阿伯仲可以揸的士？根本就係馬路炸彈，害人害物。大家嘅憤怒絕對唔係無的放矢，因為呢啲悲劇根本就係香港交通政策腐敗嘅縮影。第一個重點係高齡司機嘅身體機能衰退，同埋嗰個坐着輪椅出庭嘅極致諷刺對比。
我哋先用常理想一想，一部豐田的士保養正常嘅情況下，剎車系統會唔會突然之間100%失效？交出旅遊證件，案件押後到8月13號再調查。2條人命加2個重傷啊，5萬蚊就可以保釋翻屋企嘆冷氣。網民睇到呢單新聞同個輪椅畫面，群情洶湧，連登同各大討論區嘅資料一出，大家嘅留言真係句句到肉。有人話坐護咁後生就枉死，有冇得告 DC9 的士司機謀殺啊？上庭識得坐輪椅博同情，踩油嗰陣又唔見你跛。又有人鬧爆，大廈管理員65歲都要再培訓，點解一個行動不便到要坐輪椅嘅70歲阿伯仲可以揸的士？根本就係馬路炸彈，害人害物。大家嘅憤怒絕對唔係無的放矢，因為呢啲悲劇根本就係香港交通政策腐敗嘅縮影。第一個重點係高齡司機嘅身體機能衰退，同埋嗰個坐着輪椅出庭嘅極致諷刺對比。我哋先用常理想一想。一部豐田的士保養正常嘅情況下，剎車系統會唔會突然之間100%失效？退一萬步講，就算真係個 brake 壞咗，一個有經驗嘅職業司機第一反應應該係咩？拉手掣減速，將架車捱向石翼或者欄杆，利用摩擦力剎停，甚至狂響喵警告途人啦。但係片段影到啲咩？架車係直衝入行人休憩處，完全冇扭醜避開人群嘅跡象。網民講得好啱，剎車失靈都識扭醜揾欄撞去減速啦，係嘛？咁係車問題定人問題？好大機會根本就係個司機年紀大，大腦突然輕機，遇到突發情況反應唔切，甚至係油門當腳掣狂踩。你今日上庭就識得坐着輪椅話自己行動不便，咁你平時點樣控制一架成噸重嘅鐵機器？如果一個阿伯連行路都有困難，反應遲鈍到，咁點解佢仲可以坐喺駕駛座上面？70歲人視力、聽力、神經反射速度點可能同後生仔比？你叫個70歲阿伯去玩下賽車打機，佢連個彎都轉唔到啦。加上香港嘅的士司機老化，問題已經去到病入膏肓嘅地步。根據政府數字，全港21萬名的士司機入面，有13萬人係60歲或以上，佔咗62%。70歲以上嘅有3.7萬人，即係話你出街截的士，有極高機率係上咗一架由阿伯駕駛嘅盲盒快車。之前已經發生過無數次啦。舊年荃灣80歲司機撞死菲律賓男途人，炮台山85歲司機落斜保齡球式撞倒3人，呢啲唔係意外，呢啲係系統性嘅謀殺。第二咧就係政府嘅拖字訣同背後深不可測嘅利益輸送。唉，點解內地規定63歲就唔可以揸商用車，台灣就70歲，而我哋大香港居然係冇上限？只要你有張醫生紙，80歲、90歲都可以繼續揸。政府上次回應立法會質詢嗰陣話，如果一刀切退休年齡，難免對業界人手造成衝擊。聽落好似好體恤民情咁，等八卦仔幫大家翻譯一下政府嘅潛台詞啦。如果唔俾班阿伯揸車，邊個去租車主啲車啊？車租大跌，的士牌價冧檔，啲牌主車行大佬會發爛渣價。講到尾，咪又係為咗保住嗰班車行利益集團嘅錢包，為咗確保每日有足夠嘅阿伯去交車租，政府寧願將全香港市民嘅生命安全擺上神台做賭注。所謂嘅1年1檢體格證明，根本就係一場戲。去診所度下血壓，醫生問2句，睇唔睇到嘢啊？睇到，簽個名就搞掂。有冇測試過佢哋嘅突發反應？有冇測過動態視力？完全冇。呢啲咁嘅把關，簡直係渣流民。第3個重點係保險界嗰班令人作嘔嘅食腐動物。每次有呢啲大型慘劇，總有一班缺乏同理心嘅保險經紀走出嚟抽水。網上流傳咧有宏利保險 Manulife 嘅 agent 第一時間將車禍現場血肉模糊嘅新聞 cap 圖放上 IG Story， 然後配上一大堆廢話，意外話嚟就嚟。大家睇到啦，行下街都可以冇咗對腳。你買咗意外保險未啊？快啲 PM 我了解下啦。我睇到嗰陣真係覺得呢班人個腦到底係咩構造？人家啱啱先慘死，家屬喊到撕心裂肺，你就喺度計着自己可以抽幾多佣金。網民喺連登鬧得非常之啱，保險狗呢個名真係憑實力賺翻嚟。所有保險都係金錢行頭，收錢嗰刻就開心，你有事要 claim 錢嗰陣就 no show 啦。
之前鑽石山荷里活廣場斬人案已經有個叫林作嘅奇葩出嚟抽水，搞到身敗名裂。點解呢班人仲學唔到教訓？因為喺佢哋眼中，人命只不過係 lead， 慘劇只不過係 marketing 嘅素材。為咗跑數，連最基本嘅人性都可以捨棄，手法真係好拿咋。講到呢度，我真係想問下大家覺得呢單車禍的士司機講嘅剎車失靈，同埋佢今日坐着輪椅扮行動不便，有幾多成可信？你哋覺得香港應唔應該即刻立法嚴禁70歲以上嘅人駕駛商用車輛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區瘋狂發表你哋嘅意見，講錯都唔緊要，最緊要係講出嚟，等政府聽到我哋嘅聲音。呢單車禍帶俾社會嘅震撼係毀滅性嘅。而家大家行出街，企喺十字路口等過馬路，都會迎住，時時刻刻要望着啲車有冇衝埋嚟。有網民話，而家等過馬路都唔會太近路口，同埋真係唔好睇電話。呢個就係社會創傷。我哋交咗咁多稅，點解連行條行人路都要提心吊膽，好似上咗戰場咁？如果要解決呢個問題，改善建議其實好簡單，只係睇政府有冇決心去做。第一，一定要設立商用車司機嘅法定年齡上限。唔好再同我講咩剝奪長者就業權，揸的士係控制一架殺人武器，唔係喺屋村做實 Q。保安68歲或者70歲一定要強制退休。如果話驚佢哋冇收入，政府大可以完善安老政策，而唔係將佢哋放喺馬路上面去齊齊揾命搏。第二，大幅度改革體檢制度。如果真係要俾65歲以上嘅人揸車，絕對唔可以只係去普通診所篤個印就算。必須要求佢哋去公立醫院或者指定機構進行嚴格嘅神經科、眼科同埋突發反應模擬測試 （simulator test）。過唔到，對唔住，交牌。你行動不便要坐輪椅，更加係一世都唔准再掂鍵盤。第三，全面開放網約車，例如 Uber 合法化。點解的士行業會青黃不接？因為的士制度太惡劣，車租貴，保險費貴，後生仔寧願揸 Uber 都唔願入行做 DC9。只要打破的士牌嘅壟斷，引入競爭，自然會有新血加入，到時就唔使再靠成班80歲阿伯去支撐香港嘅公共交通啦。好啦，去到節目尾聲，又係我八卦仔嘅極度主觀點評時間。大家知我性格㗎，我從來唔做和理非，唔會同你講咩兩邊都有道理呢啲廢話。對於呢個70歲今日出庭推着輪椅扮可憐嘅肇事司機吳錦昌，我係極度之鄙視同厭惡。我唔理你係咪真係機件故障定係發雞盲，你一句剎車失靈就想甩身，你撞死兩個大好前途嘅女仔，搞到車上面2個乘客重傷，人哋屋企人點算？你出庭就識得剔人推着輪椅博同情，你有冇諗過被你撞死嗰2個女仔，連坐輪椅嘅機會都冇啊？喺我眼中，呢啲唔叫交通意外，呢啲叫駕駛謀殺。你話你老人家要揾食，你揾食嘅代價就係要攞我哋後生仔條命去填。簡直係荒謬絕倫，揾大支嘢都唔敢咁惡啦。對於政府嘅運輸署同相關官員，我一樣係零容忍。你哋為咗保住的士車行嘅利益，遲唔肯落實年齡上限。你哋每一位官員嘅手上都沾滿咗呢2位死者嘅鮮血。你哋坐住冷氣房，出入有司機接送，邊度會明我哋小市民企喺街邊被的士當保齡球咁撞嘅恐懼？仲有嗰班抽水賣保險嘅 agent， 我祝你哋生意興隆，因為你哋連做人最基本嘅良知都賣埋，遲早會有報應。如果滿分係10粒星，我對香港目前的士發牌制度同監管嘅評分係0粒星，負星添啊！完全係垃圾級別，草菅人命。最後我要拋出一個極度兩極化嘅終極問題俾大家大辯論。如果聽日政府宣布即刻吊銷所有70歲以上商用車司機嘅牌照，代價係香港街頭會少咗一半的士，大家出街可能截唔到車。你哋願唔願意承受呢個唔方便，去換取馬路嘅絕對安全？支持即刻禁70歲阿伯揸車嘅，打 A 覺得唔應該一刀切，寧願忍受風險都要有的士搭嘅，打 B 喺下面瘋狂留言話我知你點諗，大家鬧爆佢。好啦，今集八卦仔講是非就去到呢度。今集到呢度有咩想法可以喺留言區留言，仲有記得俾 like、訂閱、分享影片。再見，拜拜。